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咿呀咿咿困，一米多一寸。我是阿朱姨啦，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渡祭礼俗，主题就是渡祭。乖哦。渡祭汉字写作渡祭，罗马字写作多乌多，子下祭。渡第7条，祭第3条。出世就是婴仔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，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仔转财。咔嚓！红婴仔出世3天叫做3条。即天爱请捡囝母，也就是产婆来处理，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。囡仔大汉有胆有勇气，了后拜神灵拜床母，甲红婴仔号名。妈妈甲红婴仔生落来了后，爱做月内，等1个月到，叫做满月。满月时，亲情会来做满月，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。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车做4月日的礼俗，开车就是婴仔开始食肉。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烂，互婴仔咬大汉。哎呀，阿嬷食一个好食好渡祭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，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，即天会甲婴仔做渡祭。落土时8字命，意思是讲大家人的命运好歹，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。不过，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，爱拼才会赢。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8字命，家己的命运家己拍拼。阁有一句俗语讲查某囝嫁娘咧转财，娘咧就是妈妈。查某囝嫁有生产经验的妈妈，安怎转财？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。六渡祭转财，做胆，做月内，收烂，落土时8字命。查某囝嫁娘咧转财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乖阿嬷笑来，阿嬷抱去，抱起来啊，抱起来啊！